前来看到南投庆福市立士办庙会，要庆祝祖师爷圣诞千秋。桃园龙德宫特别派仙女团，拢总有40外个空中小姐来光桥，会当讲是没人阁摇轿。南投的庆福市展开祖师爷过生日，实在是足闹热的。伫个场合内底来出现仙女团，队形掌声喝彩，谢谢。这个穿粉红色的，拢是这个空中小姐。甲看因的脚步、手路、甲面指啊，拢生做真醒目，因生做遮尔水，很特别。我们几乎是有史以来第一次请这些空姐来回家，是增加我们的光彩，好棒！民众无想要安尼甲钱一个嘛是无法度，也若较早这个庙会绕境，会顺娘娘拢是这个查甫的较济。不过这边桃园市龙德宫派出40外个这个查某的来呼叫，嘛随来变身做真醒目的焦点。专程为透早馆长来点起码炮开始，较入庙截止，拢总拄差不多应该有8点钟以上。从起码炮到活动结束，仙女团进香拢总都爱行8点钟2万步。伊的生意会使讲是安尼满，嘛，互这个祖师爷生日来看到特别有看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